大家好，我是于安。你现在看到的是国香园社区的吴语课堂教学视频节目。上节课我们讲了苏州话的你、我、他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先来复习一下：我、你、你、他、你、我们、你们、他们、你有没有好好的复习呢？那今天呢，我们来讲解一下苏州话的打招呼。首先最基础的一个我们经常会说你好，普通话的你好，苏州话是你好，你好，中间就有用到我们昨天学的你。那我们也可以说早上好，普通话早上好，苏州话是早浪好，早浪好。如果两个朋友很久没见了，普通话很久不见，苏州话长远不见，长远不见。如果是两个很熟悉的朋友，中国人见面会说吃了吗？普通话吃了吗？苏州话饭吃了，饭吃了。吃了，我们说吃在；没吃，我们说分了。其实苏州人见面打招呼一般不怎么会说早上好、中午好、晚上好。如果是熟识的人呢，更多的就是寒暄，饭吃啦，你到路搭去啊，上班咋，你在的嘞，这种。你好，在浪好，这种在老苏州口中呢是不常见的，小苏州说的更多一点，应该呢是受普通话还有西方语言的影响移植而来的表达方法，不过现在也很常用了。另外呢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的是这个分，它是一个合音字，是福和岑合音夫人分，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吴方言字，意思呢就是微层。好，那么大家再跟我来学习的读一遍，普通话你好，苏州话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普通话早上好，早浪好，早浪好，早浪好。普通话很久不见，苏州话长远不见，长远不见，长远不见。普通话吃了吗？苏州话饭吃了，饭吃了，饭吃了。普通话吃了，苏州话吃在，吃在，吃在。普通话还没，苏州话分了，分了，分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课程感兴趣呢，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。好，就到这边，再见，再会。